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9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到3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怜悯。人的生命总是有阴天、好天，也是讲月圆也是欠缺，有艰难，有困苦，有破病，也有挑战。咱拢需要主的恩典吼，求主的恩慈怜悯甲咱同在，互咱会通来赢过所拄着一切的困难。但是牧师也是爱提醒，并毋是讲某一个宗教的人就比较有痛苦，基督徒就啥物事拢袂发生，毋是即种的吼。如果若准是安尼啦吼，圣经就袂提到着讲我要留落平安互恁或者是亲像耶稣基督搁我显现的时阵，甲门徒讲愿恁平安。创世纪记载，咱看到上帝非常欢喜，真喜伊的仆人约瑟。其实伊伫伊的一生的中间嘛，拄着侪的困难。包括今日咱的经文，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所记载，伊去互伊的女主人来引诱并且陷害的故事啦吼。约瑟互人带落去埃及，有一个埃及人就是法老的人神侍卫长波提法，对遐的以实玛利人将约瑟买去，上主甲约瑟同在，互伊事事顺利。伊带伫主人埃及人波提法因兜，伊的主人看见上主甲约瑟同在，佮上主互约瑟所做事拢顺利，真喜意约瑟，互约瑟伫身躯边服侍。主人派约瑟管理伊的家，将所有拢授权互伊。对迄时开始，上主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互伊迄个埃及人的家，上主祝福迄个埃及人的家庭甲田园所有的。迄个埃及人将一切所有的拢授权互约瑟，伊所食的物以外，伊拢无得管。约瑟生做缘投，体格好。这个代志以后，约瑟的女主人甲伊洗目尾，对伊讲来甲我困。约瑟毋肯，就对伊的女主人讲：“你知，主人已经将伊所有的交代我，有我伫遮，主人就拢毋免操烦。伫即个家无人比我较大，你以外，伊无有一项无交互我，因为你是伊的某，安尼我哪通做即款极歹的事来得罪上帝？”女主人虽然逐日安尼甲约瑟引诱，毋过约瑟毋肯听伊的话，拢无甲伊做伙困，嘛无要甲伊做伙。有一日，约瑟入去伫厝内办代志，厝内拢无别人。女主人揪伊的衫讲：“你来甲我困。”约瑟将衫放伫伊的手，就行出去外面。女主人看到约瑟将衫放互伊，就行出去外面，叫家内的人来，甲因讲：“恁看咧，主人甲一个希伯来人带入来伫咱厝内戏人咱。伊来我遮要甲我困，我就大声发。伊听到我出声发，就将伊的衫放伫我的遮，行出去外面。有一人将约瑟的衫收伫伊遐，等候约瑟的主人倒来。伊对伊的丈夫讲这个代志，讲：“你带来咱遮迄个希伯来奴隶入来我遮要戏人我。”我一个大声话，伊就将伊的衫放伫我遮，行出去外面。约瑟的主人听到伊的某对伊讲，伊的奴隶安尼对待我，就非常生气。约瑟的主人将伊关伫关王的犯人的监狱，对伊讲：“约瑟就坐伫遐坐假，毋过上主甲约瑟同在，施恩互伊，互监狱长介意伊，
监察长就将监狱内面的犯人拢交予狱卒来管理。监狱内面所有的代志拢是伊在处理，所有交予狱卒办理的代志，监察长完全信任，因为上主甲狱卒同在，互伊事事顺利。因为上帝怜悯同在，伊赢过困难。虽然伫监狱的中间，永远有上帝保守甲同在。上帝的主爱，则是基督徒伫困境的中间最大的安慰。保罗写予腓立比地区教会的批信嘛，提到着主的工人以巴弗，因为身体欠安，无法度照着计划去到伫腓立比地区来服侍。保罗提到着上帝不但赏赐怜悯予以巴弗，嘛予伊保罗同款得到所赏赐的来恩典怜悯。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到30节，保罗的话安尼记载。毋过我想着找以巴弗提去恁兄伊是我的兄弟，同工甲战友。伫我需要的时，恁有派伊来服侍我。伊真想念恁大家，嘛因为知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心真艰苦。伊确实有破病，甚至险死去。毋过上帝有怜悯伊，毋但伊若定，嘛有怜悯我，互我毋免搁加添忧伤。因为安尼，我赶紧找伊转去恁遐，互恁通搁去赶着伊来欢喜，嘛通减少我的挂虑。所以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甲伊接纳，着尊重伊，亲像伊即款的人。因为伊为着基督的工作，冒着性命的危险，险死，要保恁做无够的。来替恁服侍我。诗篇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侮慢者的位，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暝日夜读也想伊的律法。这款的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干去。伊所做的一切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粗糠，互风吹散去。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伫上帝面前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因为义人的道路上主在看顾，歹人只有白无一条路。恳求主赏赐你的慈爱怜悯，互阮伫困苦病痛以及面对试探引诱的时，会当靠主的帮助来得胜，亲像约瑟同款，行做忠心的仆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